市午间剧场，难忘风雨情。我已经委托律师咧替我办离婚啊！我无法度搁再勉强家己甲丽玲斗阵生活，我看安怎嘛袂当家己放袂记。你给我点去！丽玲是我的小妹，我不准你伤害伊、反背伊。我甲你的中间已经是过去啊。尤其即马，我已经有囡仔，更加会当体会一个做老母的心情。你是丽玲的翁婿，嘛是囡仔的老爸，你会认清这个事实，嘛永远爱会记这个事实。请你永远莫过来搅扰我甲囡仔的生活。闭嘴！我是要安怎向你开嘴解释啦？虽然丽玲对我不忠，但是我袂当对伊背义讲伊是一。我是要哪讲会出嘴，要哪讲会出嘴啦！啊，伊甲陈明辉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连一点仔关系拢无。干嘛呢？我骗你要创啥？当初是我拄着你的时阵，我捌甲你讲过，我是个王心人，到讲你敢袂记啊？我当然嘛会记。你甲我讲你老爸，互骗甲戆戆西，你安怎靠劝伊，伊拢无爱听，而且呢，佫甲你赶出去。尾仔你老爸，的钱拢会拐了了，连是公司嘛保袂牢。了后，你老爸气甲心脏病啊发作，害你连最后一面拢无看到。无对，当初是我互阮爸爸看厝的时阵，迄个查某就坐伫遐。毋对哦！我记得你之前甲我讲你阿爸带一个佫老佫交白疼的查某，叫做对啦，叫阿锦嘛。无毋对，啊，毋过阿锦嘛是个软弱佫无路用的查某，背后伫咧主死的是因查某囝高美惠，是咧背后操纵一切，为了要巴结阮阿爸。伊袂见笑，甲上伊的生，改做阮的生。伫阮阿爸面头前哦，过得足可怜的，阮阿爸才会去骗去。阿爸将所有财产交予伊了后，想袂到伊计划达成了后，伊就传老母挽做高飞，连一仙嘛无留阮阿爸。阮爸爸毋才气甲这么紧就离开这个世界。你也毋通伤心啦。那安尼哦，对腹肚内囡仔是毋好哦。当初时，我会答应董事长的要求，只要白体生一个囝，目的嘛想要替阮阿爸报仇。我手抓过，无论是用什么方法，
什么手段？无就是天边迄角。我要将因互阮阿爸，会痛苦到尾来害伊。英平，我袂记当初是我是安怎甲你讲的。当然我嘛会记，我讲，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，啊，你的冤仇人，就甲像是我的冤仇人共款啊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替你解决的。也毋过，英平啊，你莫叫是讲我毋知影你咧想啥。我太了解你的个性，我若是无互你好处，你恐也袂替我做代志吼。你讲了无毋对，咱两个啊是差毋食面啦，应讲是半斤八两。当初时，黄董事长得到绝情要死的进程呢，急需要找一个会当替伊传宗接代，而且呢，本身还佫少年、佫聪明的查某囡仔。迄个时阵啊，你当咧落魄，走投无路，早来找我甲你斗相共。听到讲黄董的开出来迄个条件了后，一个就答应要替伊做人工受胎的手术，而且你也几啊遍咧暗示我。代志若办好了后，你就要甲我结婚。所以呢，我就利用黄董事长伫分别不清的时阵，偷偷走去改伊的遗书，互你会当以监护人的身份去接受伊的事业，而且呢，也袂去干涉着你的婚姻。只要生落来囡仔死黄，将来会当由伊来继承伊所有的事业，安尼就会用的啊。唉，想袂到。你食碗内，洗碗外，甲我利用完了后，就一卡卡踢走，佮挂着所有财产，去找庄明辉的小囝薛延桃。唉，丽玲啊，安尼敢袂互人心寒？你讲啥是要创啥？是要甲我算毒枭，还是要甲我斗相共？我是无要紧，我有钱，我敢惊讲找无人通甲我做代志。丽玲啊，但你是想我倒位去啦？我毋是讲过啊，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，你的冤仇人，就甲像是我的冤仇人共款啊，我一定替你解决的。丽玲，但你嘛知影，我一直拢在爱你。迄个查某代志来解决了后，希望你会当互我伫你的身躯边照顾你，甲你的囡仔，安尼好无？迄在看你的表现啊，囡仔搁2个月就出世啊。我要互人讲我的囡仔是一个无老爸私生子。好，你怎么等？我随时找人来甲收拾起来。等一下，你是要去找什么人？对付一个查某囡仔，你该找人甲你斗骹手。你毋惊人反倒倒来恐吓你？到时阵哦，你要绑就绑袂落。你讲数月内唔通看书，安尼会去伤害着目睭，是安怎拢讲袂听哈？即马你毋信，等你食了你就知影输赢啦。妈，我无看书是要创啥？囡仔拢是你甲阿姆占条条，连食冷、换尿珠啊、洗身躯，啊拢是恁伫咧烦恼。我敢若会用踮边仔看，也无法度甲恁斗相共啊。人咧现前就袂赴哦，你搁踮咧怨叹啥？即马囡仔还搁细汉，等以后囡仔若大汉读册，你想要用嘛无时间通互你用啊。我甲恁阿姆哦，即马身体好好，还阁会颠倒，加减甲你斗相共。以后哦，就要全靠你家己咯。地瓜汤有食无？吼，啊，规碗还阁好好，连叮当都无哦。妈，我逐工毋是食就是困，我即马互恁饲安怎亲像一只猪母的。哎哟，有猪母通做吼，偏无通做较好啦。
替你生一个又搁汉面、高水、搁健康的孙啦。啊，你有看到无？时间过了足紧的，捌一个年，啊，你甲我拢已经做阿公阿嬷啦。搁过2个月，丽玲嘛要搁甲你添一个孙啦，你有欢喜无？无记啊，你一定爱保庇丽玲，互因家庭幸福，翁仔某平安无事，毋通有迄落无好的代志发生吼。爸，我有小强就已经真满足啊。我甲妈妈一定会将小强请养大汉，而且教育伊亲像伊的阿公同款，做一个男子汉。那丽玲呢？伊比我搁较需要你的保庇。爸，你有听到我甲妈妈的祈祷无？你一定爱保庇丽玲平安快乐。妈，有时间哦，你去看丽玲啦。我烦恼明辉都无转去厝的，啊，丽玲一个人歹去巴肚，一定足无欢喜的。是啊，丽玲表面上看起来足有钱，啊嘛有翁婿伫边啊，敢若平日好几啊百倍，啊其实咧，伊身躯边连一个亲人都无，啊嘛无一个朋友，连明辉对伊就遐尔冷冷淡淡，哪有亲像你啦？所有人吼对你拢遮尔啊关心，遮尔啊爱护你、照顾你。虽然哦，咱钱趁了无偌济，啊，毋过过了却是足温暖的，对无？丽玲啊，你来要创啥？你是要来甲踢笑，还是要来甲糟蹋？丽玲啊，但你即摆是咧讲啥啦？谁敢甲你糟蹋？你要坐啦。当你是有食物件无啦？看你面色歹，我订遮济满仔要回食。唔免啦，我食袂落啦。无你先囥伫咧桌仔顶啊，我看我才食。明辉昨晚有转来无？你若突然间提起明辉，我袂知。你若离开我遮吼，就赶紧走去找李慧。有啦，伊是有去到阮遐啦，啊，毋过阮所有的人吼，连伊爸爸拢咧甲骂呢，叫伊紧转来你遮。啊，即个囡仔就是安尼无听人的话，做互人受气。伊有提起囡仔的代志无？有啦，就是因为你伫要生啊，所以我劝伊爱较体贴你，毋通常常甲你冤家，安尼对囡仔毋好呢。阿姨，明辉变啊？伊讲要甲我离婚？哎呦，那才糊涂啦！丽玲啊，你千万毋通答应呢。即摆若离婚，啊，你腹肚内囡仔是要安怎？无听人咧讲，囡仔是无辜的啦，毋通互伊一生出来，就做无老爸的私生子。阿姨，就是食过即款苦，所以我才毋甘，互你搁行阿姨即款路。你讲啥？你毋是讲你翁伫咧美惠细汉时阵才拍袂死的？你哪有法度通了解私生子的痛苦？敢讲美惠伊？会过一段时间，我才解释互你听。玲啊，我来找我同学先。丽玲啊，是啥物声啊？无啦，无啦。丽玲啊，有人来是无？无啦，无啦。是早早阿姨来的时阵哦，门关好啦。哦，
吼。这个足芳的呢。来，紧坐食。爱食灶开还佫有啦，有哪食？你要生啊，家己还佫袂晓照顾家己。若阵讲恁阿爸知影吼，毋知有偌伤心咧。天做生理安怎？伊甲后头敢舞会好势？会啦，我听因讲哦，才开张无几工啊尔，就附近的公司拢来甲因包便当呢。我看安尼过毋免半年哦，因会当从咖啡机的本钱拢总幸福清楚啊。好啊。天做伊伤遮拄啊遮好，你爱叫伊哦，找时间加休困啊，莫亲食徛咧，若无伊的脚是会冻袂牢呢。好佳才有你妈妈定定去遐斗相共，而且阿土伊嘛足骨力的，逐项代志拢是伊坐咧做。我著讲啊，伊的运气实在是够好的啦，定定拢嘛伊撞着贵人。哦，这是安怎讲嘞？较早伊家己一个人母袂过来的时阵哦，好佳早伊撞着你来斗相共，啊你温柔搁体贴，迄人客拢嘛学了甲搭子。啊，即嘛有迄个阿土啊，佮足爱讲笑话啦，定定拢嘛互人客笑到巴肚疼。考试啊，刚刚要靠天蛇迄个歹人面踮遐顾，迄人客是绝对毋敢会食面的。等后礼拜我若满月啊，我才去甲斗相共。那安尼小强要安怎？伊还搁遮细汉。我想要请我妈妈照顾伊啦。即阵啊，我妈妈照顾我，还搁要顾物件，身体比以前歹足济。我定伫咧半暝哦，听到伊哭哭扫，我实在足烦恼的。若搁安尼落哦，伊会冻袂牢呢。我来去开门就好啊。乖哦，莫哭。阿姆抱爹去房间换尿纸啊哈。小王，你要做啥啦？请问吴美惠小姐敢有伫个？我就是，请问你是我姓赵，是天府集团的职员啦。天府集团？我甲恁公司也无相捌啊。那安尼，阮董事长的夫人吴丽玲，你应该有相捌啦吼。丽玲，是丽玲叫你来找我的？啊，毋是，阮董事长夫人啊，突然间腹肚疼啦，所以叫我来请吴老太太过去一逝。丽玲腹肚疼，这要哪会会？伊毋是爱搁2个月才会生？这我嘛无够清楚。是毋是要请恁老母即马跟我来去一逝？真歹势哦，阮妈即马无伫呢。无安尼啦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甲你来去。吴小姐，啊那的就麻烦较紧的哦。我是烦恼讲阮董事长的夫人哦，精神无通偌好呢。本来我随时想要甲送去病院的，啊，毋过伊就毋紧呢，啊，偏偏咱董事长佫找无人，我惊迄讲吼，若收班。我甲你来去。嫂啊，我看一下，小强麻烦你吼，我连面等来。你快点对啊！你有呀，你。吴小姐，但你莫行较紧呢，慢通通是要行当时，别落雨呢。我听我妈
讲丽玲是搬得去后桥遐，啊，你是要带我去倒的？啊？哦，阮董事长夫人啊，离家出走，听讲是董事长要甲伊离婚，伊气一个啊，才走去避开。这边哦，若毋是讲伊腹肚痛，伊也袂主动打电话给我，叫我讲去找伊妈妈。啊，恁董事长是安怎要甲丽玲离婚呢？这我就毋知影。吴小姐，啊，你敢知影？我嘛毋知影，无咱紧行啊。好啊。